好，来继续来看台中丰原一个51岁乡亲，这个月初十去住公费的流感预防社，10天后头戆吐4支无力，讲得到急性多发性心肌炎。插讲带入去家护病房，伊的查囝是哭甲真伤心，讲伊的爸爸规身躯，敢若剩下海会当小可叮当来回应，但是30万的医疗费，因实在是负担袂起，即摆只会当靠换血浆来对抗病症。台中市卫生局讲，有善心的人士知影了后，愿意捐款来协助。台中一个51岁的查某人，这个月21日头下会讲会吐4支无力，愈来愈严重，结果发现讲是得到急性多发性的心肌炎，就呢带入家护病房。家属怀疑讲，这甲伊10天前注公费流行感冒疫苗有关系。我跟急诊医师讲说，爸爸就是有去打疫苗，我们只能采取做血浆置换，用健保，所以我们也比较能够负担。急性多发性心肌炎是家己免疫细胞去攻击家己神经，治疗上有2种方式。一项是注高剂量的免疫球蛋白，验过只会自费30万。这个查甫人3个囡仔拢要咧读册，厝内真正是无这笔钱，所以讲这个查甫人用是健保给付的换血浆的方式来治疗。昏迷指数大概3分。医疗费用的话，部里面的讯息是有善心人士要来资助，血浆置换术做到一个程度以后，有需要再加免疫球蛋白的一个施打。家属讲换血浆了后出现过敏的反应，卫福部已经请病医会上好的治疗。台中市卫生局是讲有善心的人士决定要关注医疗费用，或者查甫人会使注自费免疫球蛋白来治疗。有关这个查甫人得到急性多发性的心肌炎，甲注流行感冒预防社敢有关系？疾病管制署将会依照病医提供的报告来做判断。